各地美食的一级战区呢，一直咧轮流替换，一向伫台中上界受欢迎。这个公益路出现大盘煞的情形，原来拢是因为租金伤悬，厝税伤悬。这包括进前有几个出名这个餐厅呢，厝税为20万块起到40万，所以讲呢，决定退租。啊，那即摆呢，是火锅集团旗下水产火锅超市，当2年同款挡袂牢。公益路4栋内总共有11间店面搬厝，消费族群嘛伫盘煞位。台中美食一级战区公益路，阁有店家要退场啊！这厝是肉多多火锅集团旗下超越水产火锅超市同一个地点，进前是艺人蓝心湄所经营的 Kiki 川菜馆，因为厝租起对20万起到40万，因此退场换超越水产火锅超市进驻，想袂到退2档火锅店，嘛决定不爱做啊。这附近可能地段比较贵，很可惜。以前这边都是台中人，就是要吃饭的选择的首选的地区。四周的状况嘛差不多，客家本色即马变做平地，搁再向前一点啊，黄金地段原本是刺过牛排，店租起价因无法度接受的程度，2档前就搬走啊，即马变成一间健身房。刺轨是1个月80万，那地主把它调涨到120万，大概空租了1年。也阁有这间泰国式料理退场了后变成停车场，逐渐往大概是单元2的公益路去承租比较相对便宜的土地，来让他们可以继续的生存。我们餐厅是一间算一间，即马以前是这专杂草的中华地，煞颠倒最近这几档来开始，餐饮店变多啊，因为因地较大，租金嘛无遐尔贵。大型火锅店连开2间，对面日式料理店嘛真大，沿着大路两边边形成美食区。颠倒原本的一级战区，因为厝租起无停，逼走一间搁一间的餐厅，地势相反转移，已经毋是消费者比这个中心。